个蕾丝网。以前的这个蕾丝网，它到这一块，它的这个前面的这个位置，很多人说反映说这个贴的这个胶片很容易就粘在我们的额头上，它没有粘在这个假发上。那升级款的这个，它就帮你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。然后它这个前额的这个位置还给它做了一点漂扣。接下来我们戴在头上，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全新的效果。采用的是前扎后夹的一种佩戴方式，前面刚好到这个发际线4个手指位，然后两边夹住自己的这个头发，后面夹住自己的这个头发，所以无需剃头就可以佩戴假发。然后我们近距离看一下它这个发际线，来，摄影师把这个发际线给它放大一下。好 ，OK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头皮，从发根这个位置到发尾，一直到后面的这个位置，没有任何的节点，都是全程连接在一起。我们来看一下啊，然后它悬的这个位置也是非常非常的自然。然后如果感兴趣的可以过来了解一下。